馬來西亞警方首次透露，北韓領袖金正恩嘅同父異母哥哥金正男係被 VX 神經毒劑殺害，當中一名被捕女疑犯亦都懷疑中毒嘔吐。警方下令喺金正男遇害嘅吉隆坡機場消毒。邱家威報導。馬來西亞警方喺吉隆坡市郊呢棟住宅大廈搜查懷疑涉及金正男命案嘅 VX 神經毒劑。當地傳媒報道，警方檢獲幾種化學藥品，又喺單位裏面採集咗指紋。馬來西亞嘅國家化驗局公開咗初步驗屍結果，由金正男嘅眼睛面膜同面部抽取嘅樣本入面驗出 VX 神經毒劑。警方話，其中一個女疑犯因為接觸到毒劑出現副作用，幾度嘔吐。兩個女疑犯事後即刻前往洗手間，相信就係清理殘餘嘅毒物。當局話仲分析緊其他樣本，調查 VX 神經毒劑呢款軍事管制品係境內製造，抑或偷運入境。金正男嘅死證實涉及神經毒劑之後，警方即刻決定喺機場同疑犯逗留過嘅地方消毒，檢查現場有冇殘留放射性物質。機場營運商話，自案發以嚟冇接獲異常醫療通報，當日協助過治理金正男嘅地勤同清潔人員都健康良好。機場喺過去個幾星期一直都有例行清潔。有線電視記者邱家威報導。VX 神經毒劑無臭無味，中毒過沙林毒氣，接觸少量經已足以致命。由葉子寧講下。呢度係英國一間已經廢棄嘅工場，屬於化工企業 ICI 帝國化學工業。喺1954年 ，ICI 推出一款新嘅殺蟲劑，但係因為毒性太強而要回收。不過咁反而引起咗英國軍方嘅注意，將回收嘅殺蟲劑改造成化學武器，最終研發出 VX 神經毒劑。佢係一種帶劇毒嘅有機磷酸酯，無臭無味，但係毒性係咁多種神經毒劑入面最強，必須喺配備精密儀器嘅實驗室先至可以製造到出嚟。經皮膚接觸 VX 或者吸入一定濃度嘅氣體都會中毒。如果皮膚接觸到呢種毒劑，只需要10毫克就足以致命。正如呢位士兵模擬示範，一旦吸入毒劑，神經會先受到刺激，再被抑制，最快幾秒鐘之內就會出現肌肉抽搐、呼吸困難等嘅症狀。由於死亡率高，聯合國將呢一種毒劑定性為大殺傷力武器，化學武器公約亦都禁止使用。不過喺1980年代，伊拉克被指曾經用過 VX 屠殺庫爾德族人。持續多年嘅敍利亞內戰，亦都傳出政府部隊用呢種毒劑對反抗嘅村落發動化武攻擊。美國有智庫嘅專家就指出，由於 VX 係油性液體，唔可以輕易同水混合，估計金正男遇襲嘅時候，兇徒所潑嘅液體不含 VX， 只係為咗分散佢嘅注意力。懷疑兇徒係將毒劑放喺布塊上面，再接觸金正男嘅面部，令到佢中毒。有線電視記者葉子寧報導。